大家好，又到咗先學1分鐘環節，我係 4D 班嘅大軒飛，希望幫到大家掌握最新先學資訊。我係 4D 班嘅田子媛。各位同學早晨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先學方向，去內地讀書，特別係華僑大學同暨南大學。係啊，呢兩間多數課程用普通話授課，但係校園入面廣東學都唔少，你普通話真係好普通都唔緊要。位置方面，佢離香港超近，有啲校區甚至有高鐵直達，週末返嚟香港好方便。生活上飲食口味近，港式餐廳多，適應容易。大家最關心嘅係入學難唔難？你可以走港澳台僑聯招考試，或者用香港文憑試成績申請部分專業。學費同獎學金方面，內地院校學費同埋新學費出問好多，港澳提薪有機會攞到獎學金。最後總結幾個理由：近、平、實。近就係地理近，返香港方便；平就係學費、生活費性價比高；實就係實習同就業資源落到地，對接大灣區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，可以上華僑大學及暨南大學官網睇詳情，好好規劃一下，即刻出路啦！拜拜。